展现我们团结的精神，推动中央地方的发展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台南市党部的大家长，同时也是我们的立法委员谢龙介谢主委。有请主委，谢谢主委。感谢两位主持人郑豪甲嘉龙，拢是青年才俊现场有咱的民意代表呢，咱台南市蔡玉辉议员，有游泳池议员，咱的王家珍议员，咱的罗坤峰议员。代表林燕昭也出国，文贤兄来代表，咱的总常委邱素兰，叶峰咱的上太兄，尤进宽，这未来呢，要大夫出征咱姚正宇，现场有咱党内这个先进。干部、各位副主委、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新年恭喜，大家好。好，恭喜好。好。一个国家，若会当和和气气，人讲家和万事兴。可是换家的人，唔知影通惜福。咱台南的兄弟姊妹对即摆的总统算上疼惜，一路较疼惜。对各大立委到市长，做行政院长到今仔当选总统，伊伫全国所有的得票，拄啊，敢若台南市互伊50%，拄啊50%。但全部加起来才40%，政权摕到40%当选，咱敢有讲要较罢免？无啊，你好好做啊。结果咱家人市长当选，56%当选，伊讲要甲你罢免，因为民进党输。